愿将此绘本回向于将这些神圣教诲传记下来的众传承上师们，他们出于纯净信仰和崇敬所赐予的加持，为芸芸众生的证悟道路奠下了基础。此外，也将此绘本回向于与日俱增的修行者，希望此书能教育及栽培潜在的修行者，让他们也能拥有如同多杰雄登般的本质及动机。多杰雄登的证悟品德备受许多大德所认同及推崇，他们当中有者的转世传承，甚至可追溯至释迦牟尼佛的时代。自古以来，出于慈悲心与智慧，证悟者总在不同的时间，以不同的形式化现，只为了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利益。第一章，迷路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哭了？我迷路了，找不到妈妈，我很害怕。别担心，我肯定你妈妈就在附近而已，你在这里是很安全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她找不到我，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？我怎么回家呢？在这里，你是被保护的，一切都会没事儿。被保护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抬头看看，你看到那尊佛像吗？你知道他是谁？哇，什么？他是谁？他是最伟大的护法神多杰雄登。护法神多杰雄登，他在保护些什么呢？他保护的东西可多了，但这个时候他正保护着你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多杰雄登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孩子，你也不必担心。我名叫小杰。好吧，小杰，你只需要在这里等着，多杰雄登会引导你妈妈找到你的。他真的能吗？多杰雄登能为你做的事儿太多了，对他来说，这不过是件小事而已。在等着你妈妈的时候，你想不想听听有关她的故事呢？好吧。多杰雄登并不是普通的护法神，他是威力强大的护法神，专门护卫佛法。什么是护法神？在我向你解释之前，你知道佛陀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每一个人都认识佛陀。他坐在大树下，后来就变得很聪明了。他就是因为这样而出名的。小杰，他不是单纯的坐在大树下而已，事实上，他是在静坐，冥想着跟生命有关的事儿，并企图找出导致众生痛苦的原因。当他找到了一切问题的答案之后，他就证悟了。在他有生之年，他教导了许多学生。自那个时候起，人们就开始建立了许多寺庙。佛陀的教诲十分珍贵，而且还一直流传到今天。因此，他并不只是聪明而已。我现在明白了。请继续说下去吧。